鸡瘟发威，高雄寿山动物园冒宣发布，红毛猩猩阿红只摕着毯仔，都睡满伫身躯顶。另外一只红毛猩猩咪咪，嘛有红色的毯仔。两只猩猩看起来拢真介意园区传的小礼物。冬天一到，我们会准备帆布，然后毛毯，还有一些姜糖。来看另外一个嘛真古锥的画面。 平常时真有活力的虎毛，几啊只做花的客烧拍日头，还有树菇、树拖、地刺，拢秘伫电火下骹，袂暴乱。绿鬣蜥等等这些比较怕冷的动物，那我们就会提供足量的我们的保温灯。高雄前一天低温13度，连动物拢寒甲挡袂牢。 伫家己市嘛出现高度的低温，有老先生被砍地都昏倒。让我讲话吗？78岁老先生身体无爽快，亲人准备要带去医生看，想袂到人伫门骹口昏倒，意识嘛无清楚。他可能心脏方面因为天气太冷，有些产生一些问题。 家己市上叫统计，自19号12点到今仔日透早8点，3天总共处理49件疾病救护案件。今仔日南部的温度有略较低，不过明仔载会有冷空气，呼吁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一定爱穿好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